個月再會有國會議席補選。呢次補選嘅焦點，除咗係改革黨黨魁法拉奇之外，仲有佢嘅對手，一位聲稱嚟自太空、打扮奇特嘅政壇怪傑。上個月英國國會補選，工黨嘅貝安德大熱勝出。大家當時會唔會好似我一樣，好奇企喺貝安德身邊，打扮奇特嘅兩個候選人係乜嘢政黨呢？着住狐狸裝嘅係當地環保組織保護野生動物嘅候選人，而另一個戴上垃圾桶頭盔嘅就係今集嘅主角，佢自稱係垃圾桶伯爵。呢一位非一般候選人下個月會再次參加補選。佢嘅對手係改革黨黨魁法拉奇。先解釋一下點解會再有國會議席補選。事源法拉奇涉嫌喺2年前大選冇按規定申報一筆500萬英鎊嘅捐獻，為表清白，法拉奇決定以辭職明志，但佢會再參選，由選民用選票判斷佢係咪犯錯。Today I will resign as a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Clacton-on-Sea, thereby forcing No, I've decided that the people of Clacton should be the judges of my actions. This will be 如果2028年9月10號先開鑼，因為第一個星期三排位，第二個星期三馬季開鑼，通常叫由2020年開始，將及每年9月第一個星期三排位，第二個星期三馬季開鑼日，公數9月5至11先馬季開鑼，以後都係。究竟邊個係垃圾桶伯爵呢？佢聲稱係一個星際戰士，政綱亦都相當無厘頭。加入英國，而非英國重返歐盟。足球賽事隨時視像裁判 VAR， 要求雪糕減價，每日要將著名歌手愛黛兒 Adele 國有化。How would you start to fix this place,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? Well, I've got a few ideas, I've written them down. And here's an example. I say that the dispatch box should start to live up to its name. 垃圾桶伯爵嘅真正身份其實係一個46歲叫哈維嘅喜劇演員，曾經喺英國廣播公司 BBC 主持搞笑節目。2019年首次以垃圾桶伯爵造型踏上政治舞台，更到前首相約翰遜嘅選區直接同約翰遜較量。改革黨始終係英國近年冒起極快嘅政黨，支持率甚至超越工黨同埋保守黨。而玩玩下嘅垃圾桶伯爵似乎勝算唔高，但垃圾桶伯爵呢一次旗幟鮮明，打住反法拉奇立場，加上各大政黨缺席，唔排除會獲得工黨同埋保守黨選民嘅支持。另外佢嘅外星人身份，相信亦都可以吸引討厭改革黨排外反移民主張嘅選民。垃圾桶伯爵喺2021年倫敦市長選舉20個候選人當中，佢嘅得票排第9，睇嚟實力不容忽視。根據民調，垃圾桶伯爵支持度有33%，領先只係得22%嘅法拉奇。有分析認為，垃圾桶伯爵可以為沉悶嘅政治注入幽默元素，為選民提供傳統政黨以外嘅選擇，緩和因為選舉而產生嘅緊張氣氛以及社會對立。垃圾桶伯爵會唔會真係盲拳打死老師傅，令到法拉奇失去國會議席？就要留意下個月13號嘅補選結果。我哋下星期繼續世界觀觀世界。